你以為自己做緊真實嘅自己？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係活在別人嘅期望同埋眼光之中。乜嘢叫做真實嘅自己呢？做真實嘅自己並唔等於讓你係繼續停留喺一個自己最舒服、最舒服嘅地方，反而就係正正係你更加去忠於自己內心渴望去追求嘅一啲價值觀啦。亦即係話，雖然你而家做緊嘅嘢可能係唔完美、未夠熟練、未夠專業、未夠好，但係願意去做啦，並且我感覺都係會非常之開心喜悅嘅。真實嘅自己係唔需要取悅別人，唔需要假裝，你係一個活在一個好自在嘅一個狀態之中嘅。佢同你嘅內心嘅想法係一致嘅。咁又點樣去分辨到底你係咪做緊真實嘅自己呢？當你做緊真實嘅自己嘅時候，你係會感覺內心平靜啦、喜悅啦。當你活出真實嘅你嘅時候，令到你係更加係會去自信啦、快樂啦、愉悅嘅。吸引力法則話畀我哋知道，做真實嘅自己會吸引一個更高嘅能量，並且會為你帶嚟更多美好嘅人事物出現喺你身邊。通過自己真心嘅一個渴望啦，去對齊自己內心所想，並且去作出行動啦，去顯化啦。咁呢個就係你做緊真實嘅自己啦。做真實嘅自己就等於擁有超能力一樣。呢股內在嘅光彩就係你最有吸引力嘅地方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。